Hello，大家好啊！歡迎收睇 NBA Talker。隔咗2日啦，2日前我講咗西岸啊，今日都想講東岸啊。追唔切啦，東岸咧都已經咧打2場啊，除咗咧活塞同埋呢個魔術嘅賽事係打1場之外啊，其他2場啦。咁都想講下我對於佢哋每隊波啦，呢個 matchup 究竟佢哋表現如何啦，及咧我預計佢哋咧邊隊可以晉級嘅。咁先講活塞同埋魔術。我覺得呢場賽事咧打第一場咧係唔意外㗎，其實因為咧其實本身咧我都覺得係半斤八兩嘅兩隊波，兩隊都出名係防守強勁嘅球隊嚟㗎啦。活塞嘅常規賽咧講緊係防守效率全聯盟第2啊，而對方咧魔術亦都係咧守強於攻嘅。咁而呢場波睇得出咧，其實 Cunningham 咧其實真係好吃力啊，對方係有好強勁嘅高大防守啦，你睇佢本身嘅防守嘅高度都好夠嘅內線，咁啊變相咧，其實對於活塞嚟講，活塞佢哋嘅3分波出手係比較少嘅，亦都係依靠咧內線嘅得分嘅。咁但係咧，當內線啊，你睇 Jalen Duren 啦，Thompson 唔係進攻手啦 ，Tobias Harris 啦，呢啲球員咧都冇乜 contribution 啊。Duren 咧貴為咧候選嘅最佳進步球員啊，成場波嘅進攻熱好低啊，射過4球，入咗3球，全場即係得8分。淨係得 Cunningham 一個頂住咧，其實好難搞啊！始終咧，對方係一個防守嘅球隊啦。魔術咧，其實佢喺控制對方3分出手嘅次數咧，係全聯盟第4嘅。其實佢喺防守外線同內線咧，都係非常之強勁，可能比較平均啦。唯一差啲嘅係進攻嘅3分波嘅命中率啦。今場亦都係顯示到啦，今場只得30%嘅命中率，但可惜對方咧，好似都唔好得去邊，得31%，都係咧 below 佢哋常規賽嘅 average。所以最尾咧，活塞咧係能夠魔術能夠贏波啦，我覺得都合理嘅，係啦，都合理嘅。如果睇翻成場嘅比賽，而家最重要嘅就係個走勢方面或者狀態方面啦。魔術對於我嚟講咧係一個上升嘅走勢啦，因為始終佢咧為咗打唔使打 play in 咧，都盡咗大嘅努力，所以最尾都要打 play in 係啦。咁但係冇問題嘅。因為對方咧，其實去到季尾咧，常規賽有少少謝皮嘅。你問我嘅話，係啦，Cunningham繼續保持勇態啦。咁但係咧，其他球員都比較謝皮，所以變相咧，佢哋嘅狀態係比我想象中係差少少嘅。所以如果你講長遠嚟講咧，我會覺得如果最緊要咧內線打翻好啦 Jalen Duren 啦。咁另外其他球員啦，可能 Steros 呢個球員係一個好強嘅防守球員啦，做翻好嘅防守角色啦，同埋出場時間俾翻多少少佢啦。因為其實你問我咧，佢喺在場嘅防守效率係幾高嘅，佢係最高嘅 block shot 啦，佢俾咗1.6個 block shot 啦。另外啊，佢得分可能就10分啦。其實佢樣嘢嘅感覺都係唔差嘅。佢最差咧可能係罰球啦，咁大家都知㗎啦。罰球都唔差喎，都7成5嘅喎，其實。咁可能係只係純粹防守腳步比較慢啦，出場就比較少啦。我會揀佢多啲咯。如果你講 Jalen Duren 咧唔能夠啦做到好大 contribution 嘅話，咁可能防守會更加好咯。因為而家對方咧好明顯啊，內線嘅得分係好強勁嘅。咁你講阿 Paolo 啦，同埋 Fast Breaker 啦，都係咧專衝入內線打㗎啦。喺今場賽事都見到，咁所以咧活塞咧其實內線做好嘅防守咧，應該都係一齊嘅。我覺得係比較接近嘅。其實我預計咧都係4-3係比較合理啦。4-2咧，我諗我又唔知邊隊贏啦。咁我覺得暫時50-50。如果你俾我睇高少少咧，我都仲係覺得活塞高少少嘅。始終拉翻勻啦7場賽事啦，活塞打翻開啲獨業應該 OK 嘅。好，跟住第二個 matchup 咧，可能就係講緊。都唔係可能 ，sorry 啊。第二個 matchup 咧就係講咗呢個先啦。2號種子啊，賽特人啦對住76人嘅賽事啊。賽特人最強悍啦，出名係一個超低失誤嘅球隊嚟㗎啦。平均每場失誤咧，好似得11個嘅啫，全 NBA 最少嘅。而佢係好依靠3分波嘅。咁而佢3分波咧，如果你睇翻咧，其實活塞係咪？sorry 唔係活塞。全聯盟第1啦，佢失誤啦12.4個，sorry 唔係10.9個。全聯盟第1啦，咁另外3分波咧，睇下先，3分波，唔好意思啊，今日 level 比較慢。OK， 出翻嚟啦。3分波咧，其實講緊聯盟咧，命中率第8啦，出手次數第4啦，命中球數都係第3。
你睇下佢啲數字咧，樣數字咧都係好標青嘅，罰球比較差啲啦。呢個攞罰球啊，攞罰球差，但係咧 Tatum 出翻嚟應該就唔同噶啦。但係睇 opponent 嘅數據咧，全部咧都係名列前茅。咁最主要係個 pace 啦。其實活塞係賽大打好慢嘅球隊嚟嘅。咁全賴於咧佢哋有好好嘅組織手啦。其實佢唔使打得快嘅，佢哋唔使打快攻嘅，因為佢哋咧陣地接5個企喺度對住5個咧都鬥贏噶啦。因為佢 Jaylen Brown 同埋 Tatum 係一個好出色嘅單打手嚟嘅。Jaylen Brown 喺 Tatum 未喺度嘅時候咧，已經係好出色表現啦。有埋佢咧，其實真係相輔相成啊！我覺得佢哋，你睇命中率咧，其實咧 Tatum 咧都係4成1嘅啫，暫時仲揾緊狀態。但係咧 Jaylen Brown 係講4成8，4成8係一個好浮誇嘅命中率。當佢嘅輸出係講22球，而今年咧其實佢繼續係比上年輸出更加多嘅，我記得，因為始終冇咗阿 Tatum 喺度啦，輸出多咗4個嘅。你出手數21.7，上季17.7，命中率仲比上季高啊！所以 that's why 其實佢係 MVP 候選名單係絕對係唔出奇嘅，我覺得。咁對方又係點咧？咁對方七六人其實暫時打成1-1啊，兩隊波啊，講真，佢個暫時我都比較 surprise，點解可以七六人可以贏到場？咁最主要係第二場賽事點解啊？點解對方可以贏啦？咁因為佢哋嘅後衞啦，咁佢哋後衞啊兩個嘅啫，打咗兩個 Messi。Combi 呢兩個咧，第二場賽事係完全打起咗嘅，一個30分，一個29分嘅命中球數3分波加嚟11個，其實係好浮誇嘅。48.7嘅3分波命中率 total 加起嚟，而對方咧係得26嘅啫，咁可能輸波關鍵啦。呢個真係講真，你諗下，如果就咁交換啊，即係可能攞4成啦，呢度當攞4成啦，即係多翻14%啦，係啦，14% 啫，咁啊射50個你講緊，佢射3分多射2分喎。係啦，咁14% 剩翻50個多係多7個咁多，7、3、21即係21分，咁20分就加嚟100，咁就已經夠贏啦。咁主要係佢哋嘅手感唔好啦，咁所以輸波都合理嘅。咁但係長遠嚟講，我覺得都係睇係啦，average run 7場咁多咧，其實我覺得好難咧，maintain一個咁強嘅手感噶啦，對方西六人。再者，我覺得冇 Embiid 咧，其實係幾大影響嘅。其實 Embiid 喺球場上咧都打咗一半嘅賽事一場季賽，有佢喺度咧，其實個勝率係高好多，24勝14負一場季賽。而冇佢嘅話咧，其實我記得應該係低過5成添嘅。所以其實我覺得難打嘅。你諗下佢個內線出咩啊？出 Bonner，OK，Bonner 係一個好明顯完全冇進攻嘅 contribution 嘅球員啦。另外Drummond 幾多歲啊？我都唔記得咗幾多歲啦。進攻有 contribution 嘅，但係防守腳步勁慢嘅球員啦。其實你呢啲球員係比較上係難配對一個咧下下衝入嚟嘅 Tatum 或者係 Jaylen Brown 呢啲係好高水準嘅一個產籃球員嚟嘅單打球員。所以其實我覺得打曬7場咧，我覺得就算而家贏一場啦，我最頂籠我俾七六人贏多一場嘅就我覺得咁可能4-1或者4-2咧。我覺得賽特人晉級機會咧係，我個人覺得係比較大嘅。跟住講第三啦，第三隊哇，今日真係好慢啊。OK，第三個 matchup 咧就係第三個種子嘅紐約人啦對鷹隊啦，咁係啦，蔡老緊講下啦。咁暫時係1-1嘅平手嘅。咁呢個我覺得都合理，因為鷹隊咧其實佢個季尾嘅狀態咧係非常之好，為咗唔使打 play in 咧，其實係都幾努力下嘅。雖然 Game 2就贏咗1分嘅啫，咁但係其實兩場波咧，我覺得唔係話爭好遠嘅啫。老實講，真係唔係爭好遠。咁啊，其實佢咧最尾20場賽事啊，鷹隊咧係贏咗14場嘅，其實常規賽事。而紐約人啊，最尾20場即係贏咗13場嘅啫。咁所以其實打成1-1係我都覺得合理啦。再加上佢其實球隊咧做咗好多 trade 啦，鷹隊 trade 咗咧CJ McCollum 翻嚟啦，冇咗 Trae Young 啦，仲有啊 Kuminga 啦，我諗係非常之特別嘅球員啦 Kuminga 啦嘅加盟啦，呢啲都俾咗好多 synergy 俾球隊。所以其實而家仲磨合中啦，因為其實你睇呢堆球員咧，成堆鷹隊嘅球員啦 Jalen Johnson 啦。冇咗 Trae Young 之後崛起啦，成為一個好 legit 嘅，即係我覺得係仲可以繼續上嘅好 promising 嘅一個嘅全面球員啦，內線外線都有嘅。咁其他 NAW 啦，今年最佳進步球員嘅候選名單都有佢啦。咁平均20分嘅喎，係啦，咁都係加盟咗1年啦。CJ McCollum 都係啦，咁 Kuminga 啱啱加盟啦。咁其實全部都有待磨合啦。
再加原本有 Dyson Daniels 啦，好大嘅防守球員喺度。其實只要磨合到咧，慢慢會再上嘅機會係唔細嘅。所以點解我覺得佢都可以同紐約人接近咯。而紐約人咧，佢出色嘅地方係咩咧？係非常之平均啊，防守同進攻。防守固然之二啦，有兩個大鎖啦 ，OG Anunoby 啦 Mikal Bridges 啦。其實你話佢今年係咪打得唔好？唔係啊，係只不過咧唔係話太亮眼咁解啫，或者唔需要咁亮眼咁解啫。今年咧其實穩打穩陣啊，都係全東岸第3㗎啦戰績。咁 Jalen Brunson 啦，我諗最緊要咧佢唔好受傷啦。即係其他球員受傷，我覺得仲 OK 接受到。冇 Jalen Brunson 咧，成隊波咧其實好唔同啊。好個波係黐住 Jalen Brunson 手㗎啦。你諗下冇咗佢出 Middleditch 咧，其實係冇得係另一個 story 啦，即係進攻冇防守啦。而 Jalen Brunson 係好強防守，內線都好強防守咯。所以全聯盟咧防守第5嘅，其實全紐約人。咁鷹隊咧其實就倒翻轉啦，進攻係好強勁嘅，係啦。佢哋咧其實打得都係慢嘅，咁佢哋嘅組織咧其實係靠 Jalen Johnson 啦，一個睇住中間啦，咁然之後去分波啦，係好想做到一奇才角色啦。咁但係 Jalen Johnson 咧比較上咧單薄少少嘅，係啦。NAW 今場嘅發揮，今年嘅發揮都唔錯啦，所以 that's why 咧佢對波咧其實所以上到嚟唔使打 play in 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總括而言咧，呢兩隊波咁樣砌落去咧，我會都係比較睇好 New York 咯。始終 New York 啦，整體嘅質素一定係咧比對方鷹隊更好啊。咁如果你睇翻鷹隊嘅一啲 stat 啦，都好特別嘅鷹隊啲 stat，我記得鷹隊 Hawks 喺邊啊？呢度係啦，哇，都係比較慢。OK， 嗱，鷹隊嘅 stat 咧助攻係全聯盟第一。其實我開頭我覺得係助攻都唔差，因為其實佢哋咧，佢打 pace 打得快嘅，sorry，佢打 pace 打第5，所以其實佢哋後生有活力啦，打 pace 打得快。咁三分波亦都係都多嘅。咁三分波我諗出手多都係 CJ McCollum 啦。如果你問我嘅話，咁NAW 哇 NAW 3成9啊，4成哇，唔怪得佢攞最佳進步球員啦。3成9講8.1嘅射波 OK， 咁冇辦法啦。哇，如果 compare 之前都應該有一段好大嘅距離喎，即係好大得幾誇張我覺得。哇，爭成11分，命中率3成9，之前都唔差嘅，但係呢2年都已經好好喺明尼蘇達。咁但係嗰時唔同啦，出手時講4個5個，而家講8個 OK，咁我真係可能要投佢啦。即係我暫時未知啦個結果係咩啦。咁但係有CJ McCollum，哇！我講真，咁冇辦法啦，兩個都係3分好手啦，如果係咁講。咁依靠外線啦，咁外線有 Jalen Brunson 守住，其實但係可能配都難配嘅，因為其實呢兩個球員，如果你講佢輸出咁大咧，另一個防守球員可能就係 Mikal Bridges 啦 ，Mikal Bridges 可能都一定守到啦，講真。所以內線又唔係好強大啦，你問我就係啦，內線有 Jalen Johnson 啦，同埋 Okongwu 啦 ，Okongwu 其實都係你問我就一般般啦，防守嘅一個副業球員咯。Landale 都係得閒出下嘅啫。今年比較失望呢個，就係 Richardson 其實都打得比較少啊。今年其實因為有其他球員武器咧，其實變咗佢都出場時就比較少。不過總括而言，我都覺得應該接近嘅，但係都應該係紐約人贏嘅4-2或者4-3啦。如果你問我嘅話，OK 好快啊，講埋最尾啦。今次都唔想講咁耐，上次講咗成30分鐘。最尾睇下先啊，呢度。騎士同埋呢一個速龍 ，OK 騎士咧，其實你問我咧，其實係一支有咗哈登同冇哈登好大變化嘅球隊嚟嘅。有哈登咧，其實出場都差唔多25-26場啦，但係其實咧佢嘅戰績係即刻咧爭好遠。咁我抽咗少少數據咧，可以 share 俾大家嘅呢度係啦。有咗哈登之後咧，其實勝率講72%，冇其實都唔差54%，咁所以嗰時就都係掙扎緊 struggle 緊係 play in 定 play off 啦。進攻效率係低啦，咁有佢自然都想像到啦，因為哈登嘅進攻咧係非常之強啦，同埋佢組織力係好犀利，場均得分高啦，命中率都提升啦，因為其實可能好多 easy shot 啦，哈登一個人有2個圍住佢咧，佢分波嘅能力好強啦。
再加兩個好強內線 Mobley 同 Allen，佢哋真係夠高啦，同埋佢哋組織到啦、策應到 Allen 咧，尤其是啦，有咗 Harden 之後啊，同佢嘅磨合更加好啊，即係類似喺快艇嘅 Schroeder 啦、Capella 啦，喺火箭嘅 Capella 等等一樣嘅啫。其實講真，中鋒變咗一個咧係得分機器啊，助攻率當然係高啲啦，有喺度，失誤率咧都相對上係低咗。其實有啲 surprising 嘅呢個數據，因為咧其實 Harden 嘅出名失誤係高嘅。咁但係咧，可能個磨合比較上出色啦，所以失誤率咧都低咗嘅。咁 Cleveland 咧，其實兩場贏晒嘅，其實睇過，如果你睇過比賽咧，其實差距唔係好大嘅啫。咁但係咧，我覺得 Cleveland 咧係游刃有餘嘅。最主要係所有球員冇傷，呢個係幾重要啦。因為其實呢5個球員咧，對於我嚟講咧都係好重要嘅正選嚟嘅。你話你後備邊個可以取代佢咧？Max Strus 係一啲好微波爐式嘅得分手啦。Dennis Schroeder 我覺得未係嗰個級數啦，係啦。Jalen Tyson 其實呢段時間打得好嘅，但係你話佢場出去冇乜可能啦。帝王吹翻嚟嘅 Alice 好嘅嚟嘅，絕對好嘢嚟嘅。但係我覺得執防守冇進攻咧，都係好大影響啦。進攻真係放佢射嘅啫。Sam Mirren 其實呢個球員係已經咁多個球員，我覺得算係咁嘅球員嚟㗎啦，比較中規中矩啦，同埋得分有防守有高度啦。咁但係你如果你睇佢，你睇呢個位咧，你全部都差唔多30分鐘，呢啲可能有20幾分鐘，可能睇呢個未必夠 extreme。如果你問我咧，可能會睇general 個出場賽事分鬆啦，可能講緊睇下咪。不過呢個可能又唔準啦，因為哈登打咗半，唔知有冇射添。呢度係啦，都係呢5個係啦，得半有加侖喺度。OK， 但係呢度就可能冇咁準啦。Dean Wade 我絕對係覺得係應該出嘅，係啦 Dean Wade，因為 Dean Wade 其實佢做到好多防守嘅責任喺度。不過你可能其實如果齋睇數據咧，就未必睇到啦。齋睇數據未必睇到，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你問我咧，Harden 咧有 Harden 喺度嘅情況，我諗最大嘅弱點可能喺防守方面啦，後場防守啦，因為 Harden 咧同埋就算之前嘅加侖啊，而家 Mitchell 咧防守可能未必係咁強，所以對住速龍咧可能係比較差啲嘅。而速龍咧倒翻轉咧，其實如果講少速龍嘅數據啦，我速龍一睇佢嘅陣容咧，今年咧我覺得太依靠 Scottie Barnes 啦，有時我已經用盡咗，佢下年咧又會差翻好多。你我去打內線啦，其實而家簡單嚟講就係，即係好多時咧，你見到佢出場，你睇呢一個分鐘數，你睇下 Portal 都淨係出9分鐘，咁唔出奇嘅。咁佢後防都有一個唔係新球員嚟嘅，但係呢個球員咧，我覺得都係一個駁腳式嘅球員啦。呢個應該係上年係咯，都打4-5年波噶啦。身材唔係好高嘅啫，但係咧籃板數字係唔低嘅，有時會用佢啦。所以其實感覺上成隊波係比較矮嘅。內線防守係缺乏㗎啦，咁你對住咧內線咁強嘅騎士啦 Mobley 同埋 Allen 咧兩個都係差唔多咧係 MVP 嘅球員，唔係 MVP，sorry， 最佳防守球員嘅候選嚟嘅。咁進攻亦都係唔弱嘅 Mobley 係講緊場波有成10幾20分嘅 Mobley 18分啊。我覺得內線爭咁遠咧，其實都難打嘅。如果你睇佢啲籃板，呢場第2場啦，佢籃板數應該都係差啲啦，42個上到，但係對方咧。今場對方得35個啫喎，咁因為命中好，即係可能籃板數係比較少啲嘅，確實上。今場賽事打得唔錯喎，有成10個籃板喎呢個球員，我就唔係好識佢嘅，但係10個籃板咧真係幾浮誇喎。因為 Cleveland 咧其實籃板數聯盟第11嘅，係 Cleveland，反賽場第11，睇埋速龍咯，一係揾到佢喺呢度。或者排個籃板數咯，睇見唔見？應該唔算多咯。我問我23位啊，係啦23位，因為隊波真係唔算高啊。咁佢有咩引以為傲咧？你問我就可能助攻數啦，速龍係比較好啦。Pace 打比較 Pace 應該呢隊波應該慢嘅，記得，因為睇佢打波都覺得唔係好快。排20啦，佢個 Pace 都係比較慢。助攻頭第3位啦，但係我覺得佢呢隊波後備咧兵力係比較都係弱嘅。你睇下，除咗仲有個 key factor 啊
Quickly 出唔到啊！之前拉傷咗個 arm swing，其實佢都未出到啊！呢兩場賽事都冇打嘅，冇咗佢咧，其實佢組織力差咗好多啦。佢一都貢獻咗5.9個助攻，係啦，再加上防守內線啦，其實係比較弱啦。對方咧係啦，咁對方咧其實有內線咧咁強咧，其實都係難打。我覺得而家暫時贏咗2-0咯，都好有可能咧都會繼續贏落去嘅。得，如果你問我嘅話，除非 Quickly 出翻嚟啦，但 Quickly 睇個樣都唔似出得翻嚟啦，係啦。咁但係騎士就算晉級咧，之後都唔代表易打嘅，因為騎士你晉咗級之後，下一場嘅對手應該係 Piston 啦，Detroit 啦，係啦 ，Detroit Piston 啦，Detroit Piston 就另一隊咧防守強嘅球隊，內線亦都 supposedly 應該唔弱嘅球隊，所以應該都難打。但係我覺得騎士應該咧，而家如果暫時嚟咗2-0咧，應該晉級機會都比較大嘅。好，呢個就係我嘅預測啦，所以呢個 conclude 一次啦，我大約 Piston 呢一度咧，我覺得應該可能4-3啦 ，Piston 可以晉級啦，可能提高一線少少啦。另外 Cleveland 咧，我覺得 Cleveland 添，係啦 Cleveland 啦 ，Cleveland 咧，我覺得咧就應該可能應該會4-1或者4-0啦。跟住呢一度紐約人咧，我覺得比較接近嘅，係啦，我覺得比較接近嘅，可能不過我都覺得紐約人提過一線4-2啦，而最尾嘅呢一度啊，我會覺得係4-1、4-2賽頂出線嘅。好，大約係咁啦，咁我之後再錄多啲片再同大家傾啦，有啲咩可以 comment 可以 share 或者係去 like 咧就更加好啦。OK，thank you，拜拜，下集再見。